連你自己都唔知道，究竟係從幾時開始，你已經心如止水，成個人就係喺一片靜止嘅狀態裏面。喺咁嘅狀態入邊，你唔再有需求，你唔再有期待，所以亦都係因為冇咗因為需求同埋期待而嚟嘅失落同埋挫敗，咁慢慢你就會成為一個好深好深嘅井，但係你自己唔察覺到，其實呢個井係一個陷阱，井口生滿咗綠色嘅青苔，你以為自己安靜又自在，但係其他人看在眼裏，你卻係孤僻又高傲。可能你會話唔使理佢啫，因為我已經得到我想要嘅自由，我已經唔再在乎其他人點睇我。但係你可能唔會明白，如果你容許呢個情況繼續落去嘅話，你真係要將自己嘅世界封閉成為一個井，而你嘅天空亦都將會好似一個井口咁窄。你希望咁樣？雖然你嘅內在係一口井水，但係唔好忘記，要讓你嘅外在係一道流水，以井水嘅安靜嚟到面對自己，但同樣地，又可以以流水嘅輕快嚟到面對別人。可靜止又可流動，咁樣先至係一個人最自由嘅狀態。